来，大家好啦。哦，说真的，每个人都是无聊，纯粹有的人想开直播跟大家聊天而已啊。哎呀，没有必要酸言酸语，好不好？哦，等到你实际酸言酸语的时候，哦，人在做天在看呐，好不好？来，左下角持续分享，好不好？好，哦，你要酸，开真账号上来，好不好？开真账号。开真账号，各位，不要用假账号来泡了。哎呀，真的啊，在拿烧香拜拜的人啊，不会闲没事做那么无聊哦，整天攻击人家，直播啦。哎呀，啊，我也没有卖任何东西，好不好？来，关键字刷起来，4个字，天风加油，好不好？天风加油4个字刷起来，各位。来，天风加油4个字刷起来，好不好？天风加油4个字哦，公开分享再聊天，各位，先公开分享。啊，天风加油4个字刷上来哈、哦，谢谢大家啊，谢谢大家，好不好？啊，这一档就是一样啊，聊天而已，好不好？聊天，各位，来杨志哥，谢谢哈，来公开分享。哦，公开分享，各位，公开分享。哎，那个许正元大哥，谢谢你啊。啊，来啦！啊，你们一些酸民哦，我不会跟你们讲话哦。来，现在开始帮我做一个动作，刷一整排爱心跟赞上来，好不好？刷一整排爱心跟刷一整排的赞跟爱心上来就好了，各位。刷一整排的赞跟爱心，来。哦，我不需要装什么可怜啊。来，陈威还在。来，许正元还在。来，陈威、许大哥在还在。来，许正元跟陈威2个在还在。来，许正元跟陈威2个好朋友再帮我打在，再帮我打在好不好？哎呀，在哈。来，陈威私讯后台留下收件人电话、姓名、地址啦，好不好？啊，运费80块自己收，好不好？运费80块自己付，哦，不要说我送你们东西，运费还要我付，好不好？许正元跟陈威2位帮我私讯粉丝团，3分钟内帮我留下收件人电话、姓名、地址，一律邮统一啦，我们用邮局寄出啦，啊，80块运费自己付啦，好不好？啊，
刚刚卖什么？没有卖东西啦，哦，送东西给你们2位朋友，哦，帮我私讯粉专好不好？哦，啊，收到东西之后，跟我说一声，拍照一下好不好？帮我拍照，传在粉丝团上面好不好？送东西没有卖东西哦，啊，送什么？哦，它有白色跟黑色，我颜色随机出哦。哦，陈威跟许正元你们2个，其他的没有哦。这个小弟当初直播没有卖完的东西啊，送给你们哦，不用钱，运费80块自己付哦，谢谢。哦，它有黑色跟白色的哦，送你们，不用钱，帮我私讯粉专就好了。帮我私讯粉专留下收件人电话、姓名、地址，3分钟内私讯。哦，当做跟你们交朋友啦，圣诞节礼物啦，送给你们啦，好不好？哎呀，没有卖完的都送一送哦，没有卖完的东西送给你们啊，不用钱，运费自己付就好，谢谢你们。来刷一整排爱心，刷一整排赞。啊，送给你们哦，运费小小一个要求自己付，运费80块啊，自己吸收哦。运费的部分我没办法帮你付了，我送你东西不用钱，但是运费自己付一下哦。本台一样没有卖东西，各位来，志忠哥晚上好哦。来，各位，脚踏垫，来脚踏垫，哦，脚踏垫，漂亮哦，这个脚踏垫。现在送的东西都是直播卖不完的哦，没有面交哦，没有面交。来，这个有没有人要？直接送他，运费一样自己付就好，不要啰嗦。送东西哦，送东西不卖东西。各位，来，这个脚踏垫有没有各位线上的朋友家里需要的？我送他，不用钱，运费自己付。好，运费自己付。开卖了哦，拍谁哦？我不没有卖东西哦，没有在卖东西哦。哦，没有在卖东西哦。来，这个脚踏垫有没有朋友想要？我送他，但是运费80块自己吸收。哦，邮局的啦，统一邮局运费都是80块帮你寄出去。哦，来这个脚踏垫有没有人要？哦，我没有要卖东西哦，哦，我没有卖东西，我送东西而已，不行吗？对不对？我没有卖东西，我把我以前直播卖不完的东西送人，不行吗？对不对？奇怪嘞！来，徐什么权的哦？你第2个字不会念了，来截图私讯粉专。啊，许大哥截图私讯粉专，留下收件人电话、姓名、地址。来5秒，4、3、2、1。来，许大，你要就给你了哈、哦，置顶的这个许大。3分钟帮我私讯粉专，留下收件人电话、姓名、地址，谢谢哦。脚踏垫送给你哦。哦，谢谢峰哥，不会啦，我真心要跟大家，我小弟真心要跟大家做朋友。好啊，真的要送给你们，因为这些我用不到，这些全部送的东西我家里面都用不到了，我用不到哦，因为这都是很久之前直播留下来的
哦，没有卖完的哦，都送给你们没关系哦。小小一个要求，运费自己付而已哦，运费自己付，谢谢你们了，哎，谢谢大家。哎呀，就是聊天啦，哎呀，开杠聊哦哦，聊天而已哦，聊天而已，没有卖东西呀、哦，我又没有卖东西，对不对？我又没有卖东西，各位。啊，好啦，很高兴认识大家啦，哎呀，来，各位在干嘛？各位朋友，这个时间在干嘛呢？哎呀，各位朋友，这个时间你们在干嘛呢？你们在干嘛？峰哥带什么表哦？随便带啦，哎呀，随便带，好不好？随便带，随便带而已啦，哎呀。哦啊，有送到东西的朋友，帮我私讯粉专哦，3分钟内留下收件人、电话、姓名、地址，谢谢。看你直播啊，来基隆河，大哥你好哦，你应该也叫住基隆吧？来基隆的好朋友你好哦，我好，大家好哦，大家都好。哎呀，大家晚上好哦，很高兴认识你们哦。来，本直播台不卖东西，纯粹跟大家哈拉聊天哦哦，纯粹跟大家哈拉聊天而已。啊，你有了解我？哎呀啊，石家勋，没关系啦，你继续骂哦，没关系，我不会理你哦，谢谢你呀。啊，这个不是小钢珠，也不是什么佛珠，这个是太赫兹项链。哦，这个是太赫兹项链，好不好？哎呀，跟大家认识而已啦。哎呀，就有机会结缘交朋友而已啦。哎呀，来品竹，好久不见，财源广进哈。哦，好久不见哦，品竹你好，我好，大家好哦。好了啦，松山哥，好了哦，这不是钢珠，哦不，这不是什么小钢珠，什么 CO2，什么钢珠，什么，不是哦。基隆的朋友晚上好哦，晚上好，很高兴认识你们哦，很高兴认识你们。这个不是什么小钢珠哦，也不是什么小朋友在夜市玩的弹珠台的珠子，好不好？不是，这个是太赫兹项链，好不好？就纯粹跟大家聊天而已，好不好？阿宝晚上好，我生日来高雄喝一下嘛。哦，没有空哦，没有空，有机会的话了，好不好？有机会再说再研究哦，有机会再说再研究哦，有机会再说再研究哦。我现在很忙哦，没时间，没有那么多时间跑去外地呀哦。哦，下次有上来台北，哦，下次一张哥下次有来台北，哦，过来台北，哦，那个公司坐聊天泡茶聊天，哦，谢谢你啊，一张哥，谢谢你哈、哦，来左下角刷一整排赞跟爱心上来，哦，谢谢你们哦，哦，没有，多支持峰哥，谢谢了。那个过年哦，过年，明年的过年我没有。我这一次哦，我事情比较多，比较忙哦，所以过年哦，让一些朋友失望了哦，让一些粉丝啊、铁粉失望了哦。小弟12万分再跟你们说声抱歉哦。明年2月我没有去屏东哦，因为我台北哦跟人家讲好了哦，
我我要我过年要摆摊卖东西哦，所以我过年没有下去屏东哦，我过年没有回屏东哦，今年跨年了，跨年也没有回去哦，本来跟人家讲好跨年要回屏东摆摊，但是跨年哦我这边有一些事情要忙啊，所以我跨年跟过年没有回屏东啊，嘿，深深跟你们这些粉丝哦，恭喜啊，I'm sorry 哦，这拍谁12万分的抱歉呐、哦，没有，今年跨年哦，明年过年没有回屏东哦。没有哦，晚上好，吃饭了吗？现在9点了嘞，吃饭了啊。假如真的要改，一切都不迟。有在改变哈、哦，谢谢你哈、哦，谢谢。哦，谢谢你们哦，谢谢你们一堆人看得起小弟，各位，谢谢你们了哈、哦，不要在那边天风再喊再，各位，谢谢啦，各位，哎呀。想看去连千亿那里站台哦，这个想看去连千亿那边站台哦，这个我不会讲嘞，哎呀，反正就是没有卖东西。我要卖东西，我刚才就不用送的了啦，我刚才就拿出来卖了啦，还在那边送东西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没有卖东西呀、哦，各位朋友，你们有喜欢精品类手表、香水、包包、衣服，去找宝弟买啊！哦，我们新北的男神王俊宇哦，来王俊宇哦，王俊宇，晚上好哦，王俊宇哦，来王俊宇晚上好哦，好久不见哦，谢谢你来看小弟直播嘞，谢谢你哦，王俊宇谢谢啦，你们要买精品的东西，去找我们新北的男神买啊！哦，王俊宇哦，去找他买哦。哎呀，感谢哦，不会啦，靠腰啊啊我是不知道他有没有在做直播，我没有看啦，因为我没有看。哦，我不知道他还有没有做直播卖东西啊，我不知道啊，你们可以去私讯问他有没有做直播，因为他有没有做直播哦，我完全不知道哦，所以你们喜欢精品类去找玩具米买哦，谢谢啦哦。来，很主席刷一整排赞，刷一整排爱心，不要停，爱心刷起来，爱心刷起来，各位，把爱心刷起来，会不会？刷赞刷爱心，爱心跟赞都不见了嘞，各位。对啦，刷一整排赞跟爱心嘛，爱你们，啾咪。哦，爱你们哦！刷赞刷爱心的朋友，我爱你们，I love you。哦，谢谢你们支持哦，感谢各位。什么东西100啦？我的台就没有在卖东西，你在那边100。张君雅，哦，张君雅小妹妹厉害。
来 B 大你好，啾咪哦，谢谢你的爱心跟赞哦，谢谢啦哈。对啦，刷一整排赞跟爱心不要停。这台卖什么？这台没有卖东西耶。对啊，这台哦，这台聊天台啊，哦，本人做生命公司的生命礼仪公司，24小时的，好不好？啊，本台做聊天台，哦啊，本人做生命礼仪公司，哦，有配合全台湾，好不好？来，张君雅小妹妹你好，哦，张君雅你好，哦，我好，大家好，吼。我以为有三文鱼可以买，没有啦，什么三文鱼？什么是三文鱼？我唔知诶。24小幅大幅收大体吗？对呀，好不好？本人做生命公司的，会不会？什么加料？我要没有开场，什么加料？我是要跟大家聊天而已啦。我讲过了，本台不卖东西，好诶，聊天而已，好诶，聊天较好人尔，好诶。来，那个杰奇晚上好哈。什么玩具鱼300啦？什么东西300啦？哦，陈贵堂不用哦。生命公司是神小，啊叫生命礼仪公司啊，对。为什么要吃槟榔抽烟哦？你问我这个问题，我不知道怎么回答。张君雅小妹妹，为什么要抽槟榔？为什么要抽烟吃槟榔？我不知道怎么回答嘞。哎呀，我问你，张君雅小妹妹，你为什么要吃饭？你为什么要吃饭？为什么要工作？为什么要喝水？为什么要喝饮料？对不对？为什么要骑车？为什么要开车？对不对？你问我这个问题，我不知道怎么回答。我问你为什么要吃饭嘛？对不对？肚子饿嘛？对不对？啊，为什么要抽烟吃槟榔哦？这个我不知道怎么回答。哎呀。来，大家好了哈。好啦。哦，好啦，那就
大概先这样了，好不好？也开半个多小时了哦。好啦，赶快去睡觉哦。哦，我再讲一次，本台就是哈拉聊天台哦，聊天认识大家哦。啊，本人工作是做生命礼仪公司的，就是这样。来，祝各位线上的大大有一个美好的夜晚，好不好？晚安，好，晚安。哦啊，明天有些人要上班上课哦，不要太晚休息，不要太累了，赶快去睡觉哦，身体要顾哦，身体要顾哦。来，各位，拜拜，晚安哦。啊，记得粉丝团还没有设定追踪、按赞、抢先看的朋友，粉丝团要帮我按赞、设定、追踪、抢先看，谢谢大家啦哈，来拜。